山无陪伴，无法念情，山盟阿平江山人客。最后长老吼，伊开发一个台语新闻啊的迄个书艺法吼啊，我相信大家咱学了你的家己的调音了，恁家会晓声母、韵母甲声调的一个运用吼啊，但是咱要安怎伫写 email 啊，还是讲咱FB 要开讲的时阵，咱会当用即个台语的书艺法去读吼，我感觉这是真专业的物件吼。咱今仔日伊就要甲咱介绍安尼系统要安怎来使用吼。啊，我想头前已经参加侪时间咧安装即个电脑的部分，所以我就莫搁加讲啥过来吼。啊，有真侪时间咱拢会当甲即个小长来见面吼。啊，实际上咱甲来教伊一寡教练吼。啊，嘛感谢主任今仔日有时间吼，搁半工过来甲阮参加其他的即个演讲吼。啊，咱就好啊声欢迎咱的雨露甲咱演讲指导吼。今仔真欢喜，也真感谢有机会来甲咱分享吼。啊，一个语言，即马电脑的时代，电脑一定爱有迄个输入法啦吼。才会当讲 ，OK。啊，所以我一直当然因为家己需要写台语，所以就一直咧开发即个输入法吼。啊，从头开始是去紧张咧，那这是老师你讲是不要去紧张输入法，我讲迄已经无紧张啊。啊，即个台语天语性嘛，这输入法咱正较有遐紧张啦吼。啊，有登录落来，你个电脑会正下手。好啦，啊，我是叫你我请咱先生。OK， 我紧，啊，所以捌听过会正下手。我慢慢听过无。哦，这我足失败哦，我知影看这相信。这10几年来开发哦，啊，其实唔是我，有没有？其实是团体啦哦。啊，我今仔来讲了哦，就会包括咱大家哦，咱大家先会当来共同来做咱需要的物件啦吼。你一样哦，这个如果大家拢有分哦。啊，我今仔这个题目哦，叫做一世代的台语文书写。哦，咱这就是一世代嘛吼，迄个网络时代。哦，咱要哪用用咱的电脑输入法来拍咱的台语客语吼，这是足重要代志。啊，我有互大家手点有即个讲义，有无？记得无？有人无啊？有两边，一边是写讲今仔要讲的地方，时间讲袂煞吼。啊，迄个，维持声。好，安尼咱先来看一个迄个新闻报道。家务啊，啊，问题创业创业。啊，你只要来用安尼来啊，我好啦，我给大家讲这个，讲这个来讲。我先讲讲，来，咱从头开始哦，即摆这个麦克风。
当时啊，台湾用台语书的关方面，啊，今仔种发现就是讲，咱拢爱去挖人的书是吧？因为台湾方面，啊，所以我在是讲，像即摆台湾书的话，不像讲十几大些书啊，咱讲是会当来来到这个书馆，爱当一家大的书，若是台语的书籍，只能用罗马语音，连起句甲原书的句拢会当伫新闻来台语书籍馆使用。同时啊，结合过去的主编表了解禁上书的馆的特色，3印3以上的书，嘛只要书的印刷头一个字母就会当显示出来。来当用每一个印刷的第一个是 S 嘛，啊干是 C 嘛，啊公是 K 嘛，啊新安公拍的了第7，就是新安公，啊电视台电 T 嘛是 S 嘛，啊台嘛，电视台。电视，在新安港电视台就出来。新闻台台语书籍馆除了内建10几万的书类以外，再当增加书库。不管是教育部公告的台语罗马字拼音，还是到会所使用的地位词，免生活模式拢能拍得出来。而且这套超强软体也是免费的，有兴趣的民众通上台语新闻台网站下载，互语义的传达更加紧更有效。新加坡电视台台北报道。OK， 安尼有概念无？啊，唔捌看过这个新闻咯。这5、6年前的咯，5、6年前的迄个新闻咯。anyway， 咱真有福气啦吼，咱台湾咱的武器一直是国际政策的配合，配合啊，今仔日咱有台语系，啊，要来勇敢，啊，咱少年要过来为咱的台语咱的传承哦，会当来迄个拍拼。我今仔真欢喜哦，看到咱遐侪少年人。啊，这个咱台语，你若要，其实是自然会晓的母语是讲甲听，咱拢感觉咱讲甲听台语无，但是要读甲写，一定爱去学校读嘛，敢毋是？美国囡仔嘛是爱去学校学 ABC 嘛，啊，咱台湾就是足奇怪，就讲我会晓波就好，就无爱学台湾的，咱家己的事情，这是足可笑的吼。啊，咱就是讲教育部有推这个罗马字，这个罗马字是世界强的，全世界将近100个国家里用这个罗马字，啊，但是咱的国家就无，咱的统治者无要互咱用，因为伤好用嘛。啊，你用会晓尔，你就无要读汉语，无要读无要听伊的话啊嘛。啊，所以咱来觉醒，上好的物件咱来是真会学，咱才有这个系主任今仔嘛来在场足感谢的吼。啊，咱学晓了后，你就会当伫所有的所在，会当拍位啊，言语会当拍位啊，咱这个数据嘛拢会当拍。所以我是讲，甲遐个数据我是平起平坐。啊，以前的介欣赏是爱去创造下骹一个附属的迄个足艰苦用的啦吼。OK， 啊，咱一个语言，咱要学还是要读要写，一定爱先。知影伊的语音的特色，咱台语的特色是啥？我讲袂出来，这种内底就是啦。这有这条这个，有6个特色啦。我敢若有讲特色，有6个特色，这是语音的部分。这6个特色你嘛把握会调，你就会学足紧的。啊，咱即摆咱少年人受的影响，足侪台语的发音拢发袂出来，声音。对，你来讲声音是声音，这个音，这个北京语。所谓北京语，就是咱本来唐宋的汉语，去有元朝叫满洲人统治，清朝统治几年？啊，有人知影？清朝统治几年？啊？统治中国212年。200几年吧，伊迄历史传讲者吼。你看200几年几代啊？咱一代上车落来。已经叫拗去啊！啊，所以恁知影即摆满洲话留伫咱的北京话内底有真济，你敢知影？咱讲物件，伊叫啥？叫东西。啊，阮就话就东西，啊，就无字好写，因无字嘛吼。啊，这写着东西，啊，就合起来叫东西。啊，东西伫咱汉文内底绝对无意思，是东边跟西边嘛。啊，一个美国人来中国，伊再去美国来讲，感觉讲世界上上出名的语言。讲东边叫 east， 西边叫 west， 啊 east west 合起来叫做物件，啊，过来我的你的，
咱台语拢讲下嘛，敢毋是？啊，伊叫倒嘛，啊，伊阮以为就倒啊，无去就找一个倒地来插落去用嘛。哦，即个就是讲是啊，无是个时阵会安尼种啊。啊，咱台语嘛，足侪人有人安尼写吼。咱来看即个。捌看过即个啥个手？不要头。啊？啊？啊，什么意思？现塞的。对啊，你拢读过嘛？啊，这个，这现慢是行足慢的啊，甲现慢有啥物关系？拢无嘛。哦，啊，乃至呢？咱迄个中山医啊，大学的何信兰老师吼，伊有专门收集这吼，伊个网站，咱大家会当去看。其我记上摆我迄个 point， 咱敢有迄个，我食切了。其实我知影咱同学足侪用这个方法去写台语，敢毋是？你如果较好找的话，你找出来看看。啊？OK， 下骹遮有无？这什么意思？你感觉？啊？现在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啊，足侪人写鸡嘛，吼，鸡啊你嘛，吼，啊个来这噻。出来讲嘛，出来讲这大家拢知影啦。啊，个这个。佚佗。去啊？去玩。我这小山照了，这个叔叔啊，就是。OK， 这个麦当劳安怎读？台语安怎读？啊？麦当劳，所以你若用汉字直接读过，真迄个音拢走去啊！哦，啊，人因即马解说呢，啊，都用麦仔做的啊，敢若便当呢，然后讲这是在吃的啦，叫做麦当劳。好来，咱来讲这个输入法吼。第一个，恁来，我网站面，我这个内底有吼，这个爱去网页面顶登录吼。恁电脑登入就开始去登录。我来送你。OK， 你定定拍台语哦，这拢普通已经甲台语啊啦吼，台语.FHL，FHF F 的 face of love 啦吼，就是信望爱的意思啦吼，英语的信望爱的 face of love， 啊.net 哦，你敢若拍呢，咱入去的时阵，伊有迄个入门的位啊吼，这入门的位啊真重要哦。咱有3个门好入去哦。第一个就是教会罗马字的 Unicode， 就是咱目前下骹叫做教育部的大罗版。哦，咱普通拢会教大罗嘛吼，是毋是教大罗？即人教育部教大罗。啊，大罗其实甲教会的罗马字地位是改10%，伊就讲伊的吼。伊就讲变做伊家己一套吼。其实就是讲，咱爱知影，这上原始是150年前。迄个外国宣教师来厦门啦吼，先伫厦门，啊伊就要学咱的话，伊才法度甲咱沟通，啊所以去设计用国际的迄个罗马字的系统去设计一套，伊叫做标字，所谓标字就是一般人咧讲的话啦，吼，迄个系统。啊，因为我较习惯即个吼，迄个台罗有的位啊改了有好势，有改了无讲改好势咯。迄圣经伊讲圣经咯。啊，台湾足头1%人讲，迄个腔口叫圣经啦。啊，遐个高人就讲，伊就讲袂 SING， 是 SENGKENG 嘛。
哦，伊叫做圣经啦，吼，迄无要紧。啊，我较习惯用这个教会罗马字共款，哦，啊，你若要用教会部，你用教会部去，这规个网站拢会用教会部的内容互你读，哦。啊，这内底真侪物件吼，啊，你若有时间有咱去摸。啊，今仔要讲的是讲中这个是台语的功夫的部分。哦，这第一个新闻的台语客语书字法，有几个学工人？两个。啊，客语组有几个？我甲恁讲哦，你罗马字这个系统有会晓。哦，当然你莫去教育部啦，教育部甲你分红到变只敢若用大陆汉语拼音嘛吼。啊，你若教会的罗马字，伊设计的客语甲台语系统拢共款，所以我会晓台语的时阵，硬日下晓得讲客家话啦，我就晓讲啦。啊，我创一个客语新闻啊，你台语啊改做客家，伊入面就是客语新闻啊。啊，内底台语有的客语拢有，哦，啊内底有读的有写的吼，恁若有时间去看吼。咱来看这个新闻的数字，我这个哦，你甲点入了。麻烦咱去去网站了吼，逐字拢爱读来，吼，逐字拢爱读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伊分迄个电脑的迄个 OS 系统无共哦，啊来分即个数字法，伊有汉字版，啊有英文版的，伊海外真侪人拢用迄个英文版的吼。OK， 啊过来32位元甲64位元。